好，吳先生啊，請問咧，你被捕嘅時候咧，你話咧，如果冇記者影你嘅時候，你會可能會被更加粗暴嘅對待，點解會咁講呢？因為其實我俾警察一手咁樣喺人群入邊咁樣扯咗出嚟啦，咁就即刻喺個防線後面㗎啦。咁搭喺地下，咁我第一個反應都只係可以即係保護自己個頭，因為佢哋已經開始係起碼有2-3個人喺度踩我㗎啦，即係踩我個即係胸骨啊，同埋踩我個頭嘅。咁一直我都話嗌冇反抗冇反抗，因為嗰一刻臨拉嗰陣時，我都留意到其實附近係冇乜記者嘅，咁我都驚為大劑，因為冇記者嘅話，咁好彩打到差唔多呢，我就見到有閃光燈，有電視台啲 crew 喺度，咁樣佢哋先即刻話落孖葉咁樣拉我走。咁老實講，即係你話記者嚟到嘅時候，你先發覺警員係有先停嘅，先至停嘅，係啊，即係啲記者嚟到嘅，啲警員先至停，就先話落孖葉。咁如果唔係，但係喺你拘捕當中呢，記者未到嘅時候，你有冇嘗試反抗或者乜嘢，令到佢哋需要對你有啲比較粗暴嘅對待呢？我完全冇反抗，因為反應唔切嘅。你得個10零秒時間，你一落去就又警棍又幾個差佬，基本上我已經喺地下㗎啦。咁你當時嘅位置喺邊度啊？喺天馬公園喺呢個往特首辦嗰條樓梯頂，即係但係已經入咗草皮嗰度嘅嚇。咁請問你之後有冇驗傷啊？即係出翻嚟之後？有啊，之後我有去醫院驗傷啦。醫生點講啊？醫生其實佢醫院嗰啲驗傷咧就非常之求其嘅，咁佢只係開下啲止痛藥啊，覺得冇乜大礙啊，咁影咗 X 光，咁但係因為X 光有冇話你邊度有事咁樣啊？X 光而家係照唔出嘅，因為骨裂嘅話咧係要等佢慢慢好翻2個禮拜先照得出嘅。咁但係因為之前我哋都試過骨裂，因為小弟啲骨夠幼，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咁樣嘅痛法就肯定係呢個骨裂嘅啦。咁拘捕之後啦，咁警方有冇正式起訴你呢？警方冇起訴嘅，即係佢用呢個非法集結罪嚟拘捕。咁但係而家佢都係俾咗張保釋紙自簽擔保，就完全冇落 charge，我都唔覺得佢可以落到 charge。唔該晒，吳生。